就是师婆提菩萨为法，因为都是行为道士，道理不只是道士，这个心相离出法道士，师婆提菩萨因为是道士，不是我想可以搞的菩萨，不只想道士，你学点不可思量，师婆提与温和，三康地康科学良好，这呀世间，师婆提南非北方四民上下地康科学良好，这呀世间，师婆提菩萨理解上道士，学也是不可思量，师婆提菩萨但愿如所道之。如理是生因是啊，师婆提温和，开心想见如来好，不呀世间，不开心想不想如来，可以的。如来所发思想，不会思想，不得师婆提凡所应想，皆是自动，若对思想分享，不想如来。意思是有分质量。师婆提就是人，世间可以降仙，一人就是两卦相合，仙是心哈，这个师婆提六个时段，如来的好我不是，此世界是学者，无处相对，灵性信心，彼此为师，当地是人，不为一说二说三说五说，以将水兵，亦无量千万说。所讲之成经，每是相对，每是不量，心想。师婆提如来实知不讲，是不降仙，这就是无量福德，可以讲是不降仙，就是拉想、理想、降仙想、实在想，无法想，也无法想。可以讲是降仙，若仙思想，这为讲那人降仙实降，若不法想，不讲那人降仙实降。可以讲若不法想，不讲那人降仙实降，是个不用说话，不用出听话，一是离个如来相想。一边之前，以那说法，如花如假，他想印下，何况回答。我是留下红子去。师婆提与温和，如来是他的多人，三藐三菩提二，如来应该说法二，师婆提言，如我该去说法二，人变化，名阿的多人，三藐三菩提，若无变化，如来可说，可以说如来所说法。在不可处不可说，空话空话，所以结合一切现象，在于无话，无有差别。